新闻来关心一个较轻松的消息，未少乡亲趁清明连假出去游览，航空业嘛看好疫情后出国游览的商机。成宇航空4月份起开航日本仙台甲美国洛杉矶，华航则是抢推这个母亲节的优待，包括这个马尼拉啦、苏等等呢。这东南亚9国15个航点上少的这个钱呢，未税是5000块起。今年7月份过开航捷克布拉格，中央是表示讲，第3月底是直飞菲律宾克拉克。也毋过旅游的专家嘛提醒讲，你若无希望讲人出门游览上好，莫安排伫拜5、拜6甲礼拜这3天，因为是日本第5个车牌，这个放松、这个放宽这个入境检疫的规定了后呢，黄色这个注射证明卡上好查咧，避免耽误到通关的时间。两只狐狸目睭微微，嘻嘻叫声音有够高水。日本仙台纵横狐狸川是真侪游客拢会来遮佚佗的所在。成宇航空上春旅游市场今年4月开航日本仙台，到美国洛杉矶。那华航是为今仔日开始到4月17推出母亲节的专案，包括马尼拉、宿务、东南亚9个国家拢总10个航点，上价无挂税5000块起跳。今年7月直去布拉格，中央是3月底开航菲律宾。比去年的那个疫情之间呢，这段期间涨幅是7到8成。泰国的部分，它的票价部分在暑假期间涨幅有达不到4到5成这样。真侪民众已经规划买许多出国机票，接着建议无什么人客人会当避开拜5、拜6礼拜航班，安排国外机场班车时，嘛上少爱留1点钟时间。因为流量也比较大，原本预计差不多4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可以出得了关，反正30要出去的都会有个线上大概延迟将近快2个钟头才出了关。尤其日本是真侪民众头一个想要去耍的所在，虽望5月7日入境检疫放令，免注3剂疫苗买当去。不过伫咧遮进前，提醒大家，细张的黄色卡片嘛是拢爱扎伫咧身躯顶。想要耍的欢喜，上好提早到机场报到，才袂赶袂赴班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